非常非常快乐，跟你们一块儿在一起敬望。时间到了我们就可以再跟随那个第十个的教训了。我特别想问好亲爱的天父耶和华后，要活说我就带来他们的话我想你得到要我说的美丽和他的恩典。今天就是那个第十个的那个教训呢。要我说的但是艾利亚今天来到你家里就是第十个教导，话题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确实拆坏了犹太的十条诫，然后他儿子确认了这事儿。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是条诫和摩西的律法被拆坏了。那个第一个人把那个拆坏掉，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我教过你们，他的名字是亚法。那教圣直接说，然后非常明确。这个教导非常有基础。因为有人对我们说，为什么要把这条他放好了，他父亲放好了的东西，就他儿子把那个拆掉了，那教训呢真的不行啊。那我们木匠多看到了，有什么情况？就是他的那个自己的父亲把拆坏掉那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但是第一个人把那个拆坏了，他被称为亚法，因为他把挡住了。为了不再遵守那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他把挡住过那个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我们来解录一下。那个第9个教导，我们来念一下。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先羊羔好像打折狗，像公物好像先煮血，烧肉香好像赠送偶像。意思就是什么呢？在这里上文就直接说，一直说就不可以再遵守那个祭祀之人呢，这个被挡住了，因为不可以再遵守那个利未记第60章多，就是说那个祭物和那个燔祭再遵守这个我们刚才看过了那个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呢，像羊羔好像这个像烧肉香好像赠送偶像，那天父耶和华把挡住了那个不再遵守那个祭祀之人呢，写上了在那个利未记书上，就是那个第16章都按照那个上文就不可以上尖，也是不可以加添。按照那个申命记第4章第2节说定了，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亚法你们神的命令。在这里上文这一直说不可以加添，也是不可以删减，你们要注意好这个，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你们亚法神的命令。在这里天父亚法就把挡住了那个利未记第16章多，就在里面内容就是那个
祭司之人。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16节第16章第3节第5节，然后我们再加。亚伦的经上说，要带一只公牛作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这个就是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66章第3节那里，第6节呢，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焚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那在这里就是说什么？也有要把拿过来，那个公牛，就是要把赎罪。那我们这个是第5节呢，要从以色列会中取2只公山羊为赎罪有公羊，有山羊，有绵羊，为了以色列人的赎罪祭和那个为燔祭。第33节呢和第34节呢，这个就是为了那个赎罪的和那个结束的，要做这个每年一次，我们来念一下吧。第33节和第34节，他要在这上所和会幕与当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求你们永远的等力，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要1年1次为他们赎罪。那如果说要他们那个赎罪的话，就是要做这个1年1次，要拿过来公牛、山羊、绵羊，按照那个天父耶和华的话，就不可以再遵守这个。按照那个申命记第4章第2节不可以，上节也是不可以加添。天父耶和华做过什么？他怕挡住了那个利未记第60章多，那这个摩西的律法和19节都不可以再遵守。那个这个就是你们那里遵守是那个安息日禁止吃猪肉付那个1/4，你们继续遵守19节摩西的律法，这个就是你的分光的，你知道下地狱那里就是在阴间那里。第2个呢，按照这个话不可以再进去，在这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9节这个被再坏了，因为他不让人再进去，里面这个被挡住了，因为这个被挡住的话，那你不可以再进去里面。当然是，然后我们有别的那个命令说了，还可以重新打开，这个没有啊，没有，从来没有。那这个话的话，按照大的话，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这必不知后悔。他不会说谎，也是不会后悔。那他没有后悔了，然后他不会说谎了，然后会再跟人类说，再重新遵守这个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民数记第23章第19节。
就这样，神父人并不是说谎，也非人子并不是好坏。他说话岂不照着信呢？他发扬岂不要拯救呢？他说定了这个被挡住了，这个直到最后就被挡住了。他不会说谎，他将不说谎或者后悔，没有什么说谎的。如果他来说按照他的话，就不可以再承受那个，你们都不可以再进去。里面我把那个挡住了，谁把那个挡住了？就是他自己把那个挡住了，因为有这个挡住的话，没有什么人可以把那个再打开，他们没有什么权利把那个再打开，没有什么人可以再动那个，因为天父亚法自己定那个，然后把人多的律政不能进去在里面，然后以后没有什么上文就说了，讲说我可以再打开这个，没有什么上文就说了以后呢这个被挡住的话，然后可以重新打开，因为按照那个摩西的话，按照那个上文的话，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动我的，那是我说看呢，我来了，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他们就是那个看这个就迷路了，那个在哪了？如吧？那个上文是在哪个地方？诗篇第40章第7节到第8节。诗篇第40章第7节，前面还有第6节嘛？第6节，我们来念第6节。诗篇第40章第6节到第7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动我的耳朵。从这里对以色列人开始他们太明白了，犯忌后赎罪债，非你所要，你看了不可以再承受这个，不行的话后面还有这个句子，那他们宗教领袖那里都以为就是要把在进去在摩西的律法和那个19节那个上帝的儿子，因为有这个句子，那是我说干哪我来了，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呢，我勒着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因为有这个句子，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所说的话多，就是限制已经说过了，就在这里把强调了，因为天父亚法不同意在遵守那个祭司的职任呢，那个摩西的律法和19节被确实被拆掉了。大不是人然后会说谎或者会后悔，他今天说不是明天会说是，有说也说了，你说是的就是是的，你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天父亚法说定了不是的，那就不可以再遵守那个祭司之人了，那19节和摩西的律法被拆坏了。
因为天父耶和华不可以这样的走的经典，他就是说是的，明天右边了就是说不是的，他说不可以进去就不可以进去，他就证明过了，他就是那个把那个电燃烧了，那个就是证明呢，不可以再中烧那个是调节好摩西的律法那意思就是那个不可以再进去在里面。那你们哪里都听到了那个今天的教训呢？以后上文子没有说了要说讲进去了，在这个十条节好摩西的律法里面，因为这个不可以上间，也是不可以加点，因为按照那个十条节的那个数据的或技术的那个律法那个就是每年一次要做那个不可以把那个拿掉，你一遵守那个就不可以把那个拿掉，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那是我说刚刚我来了，我的是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是别的事情呢，就是至高者的那个儿子来了，为了那个拯救世界多，因为这个十条节我们写的律法被挡住了，这个被挡住的时候，你说你就是说是就是是，你说不是就是不是，除了因为不是就是来自魔鬼，因为天父耶和华说定了，不是我们来念下要说的那个话，那个话那个上文字在哪了？马太福音我们来查一下，你们就是说是就是马太福音，你们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如果那个上文字在哪个地方？那稍等一下，我来找一下，在我圣经里面那个有用那个就是马太福音我现在也马太福音如果说你们那里看到了就先告诉我然后我们不浪费时间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有说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这天父耶和华说定了，不是就说不是，就你们不可以进去，就你们不可以再进去。天父耶和华说定了，你们不可以再进去，他已经说定了，就是说定了，你不可以把耶和华进去里面，因为有挡住的，就是那个上门节第4章第2节不可以上间，也是不可以加点，你们不可以上间，也是不可以加点按照那个耶和华的话，按照那个马太福音第5章18节也是说了，上帝的儿子说了不可以动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不可以把进去在里面，上帝的儿子，你们把他进去里面，你们那个不是上帝的儿子，你们那个就不是。我们来念下要说的话，
马太福音第5章。18 我来证明，上帝的儿子说了，他不可以进去，在十条街里面，那个十条街的那个数据，那个不可以加点，不可以上点，一定要用那个公牛、山羊和绵羊，那不可以把进去里面，上帝的儿子那个放这样做的。都就是来自魔鬼，你还没认真考虑吗？你所拜的那个就是魔鬼，你就是那个魔鬼的合作者，我们都一起看了吗？我们都一块看了吗？天父亚法的所说的多就是挡住的，那个都被拆坏了，不是一个字母，就是那个。1章多，就是那个利未记16章多被废掉了，你还要遵守哪个东西就是的就没有了。第二个呢，天父要把那个挡住了，你不可以再进去里面，大不会说话，大不后悔，大说定了，那个被挡住了就被挡住了。第三个呢，如果你说上帝的儿子可以进去里面，按照那个上文就不可以上减，不可以加点。第4点呢，上帝的儿子自己说了，不可以，他不可以进去里面，因为按照那个上文字，你不可以把那个摘掉。摘坏，如果你进去在里面，那些人把进去上帝的儿子为了代表那个山羊和那个绵羊都是来自魔鬼，因为这个祭司的责任被挡住了，那这个是调节红旗的律法自动被拆坏了，对，这个被拆坏了，不能再用这个，没有办法。那这个上文字很明确，非常明确，不可以再送那个祭物。你再继续做这个，就是那个你的疯狂的，不可以再给你但事情了，因为上文字非常明确了，对，非常明确了嘛。有说过什么？有说呢？他是这样的说的，他要爬进去性欲，他就是那个为了那个外邦人的那个欲，因为这个性欲可以放好的话，那一定要拆坏那个以前的那个欲那个是条件，就是那个给以色列人遵守，不赐给那个其他国家。那如果要遵守那个要说的那个信誉，那个就一定要拆掉那个前面的那个现在不是说以色列，现在就是要说世界多，因为如果说这个是调节还在呀，就外邦人多不能靠近那个天父亚法，不能寻找天父亚法。但是那个性欲就是为了世界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按照那个以赛亚，就是那个那个是就被拆坏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我要把凭公义烧到你，比丈夫你的手保守你，是你所著名的中保与养文族与做文邦人的光。哎呀，非常好听啊！那要说就就变成文邦人的光，那
外邦人多可以进去了，外邦人多进去，然后就是那个实行救恩直到救弟子，以赛亚书第46章第6节，以赛亚书第49章第6节，我们来念这个奉耶和华的名字。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中祭拜复兴，是以色列中的宝藏的归回。”那还有一部分的以色列人要叫他们回家，因为这个上帝的儿子就他跟那个外邦人订立约。的尚未消失，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假如要放进去那个以色列，那不能用那个是调节，这个就是因为不可以上监，也是不可以加监。因为他有他的自己的那个律法，要和睦要加起来那个外邦人的和那个犹太人呢，他们就可以一块走，就他做和睦，怎么把他们加起来？那世界多。就找天父亚法，天父亚法做什么？那个他的儿子也是做什么？他继续做他父亲的工作，天父亚法把挡住了，那个是调解，因为他对以色列愤怒了，直到目前天父亚法对以色列多还愤怒了。因为他把那个是调解挡住了，在耶和华里面就是那个新约人在耶和华里多变成祭司，我会给你们那个证明，在耶和华就是新约。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是新约，因为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他就是新约，按照那个马太福音呢，那个是什么？那个马太福音第28章，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查一下，马太福音第28章第27节。我们来看一下，一块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稍等一下好像错了，应该是那个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第27节，稍等一下。第26节到第28节，他们吃的时候要说拿起饼来祝福，就不该这个门徒说你们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的事，那这是我立约的血，那种约在以赛亚书第42章那里，要说上帝的儿子出来的时候，
战士的时候，就一定要把那掉那个前面的那个与那个就是那个摩西的律法和那个十条诫那个一定要把那个拿掉，才可以，不然外邦人都不能进去，因为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就是给以色列人遵守。不赐给外邦人呢？为什么要赐给外邦人的那个那个东西？你继续，你遵守那个就是那个继续犯罪你会对我说你说话转来转去，世界都是这样的做的。魔鬼让你们做这个，就是你们假神的，你们那个所拜的那个假神的那个，让你们做这个就伟大的那个错误。魔鬼让你们做伟大的错误，因为上帝的儿子不可以进去在十条诫里面，也是不可以假天，也是不可以上见那大，不可以进去里面，那这个是你们大错误。那个儿子不会违背他那个父亲的那个律法，他不会跟他那个父亲那个有个矛盾了，不可以跟他反对呀，他把那个摘掉了，在他的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儿子就这样的做的。我们来看一下他做过什么工作按照，那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别污蔑保罗门徒，你想他会跟地府要吧？我来再打开这个吧，然后重新打开这个，重新遵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打那个儿子跟他的那个话真合适。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羊头，就是拿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接着自己找张一个新人，如今便成就了和睦。他在那里把废掉了原朝，就在他的那个身体。我们来念一下，按照那个法文上经呢。法文的话会怎么样？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你们先听一下。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朝，就是拿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讲两下，接着要说，接着自己找成一个新人，如今便成就了和睦。他把拿掉了。这个挺很厉害。哎呀，知道最后会危险，这个句子真的非常严重啊。我们看一下英文的话会怎么样？我还没念过这个，在这里就是好像大故事。哎呀，技术员呢，先把那个贴上屏幕上。He abolished the Jewish law with its commandments and rules in order to create out of two races one new people in union with himself. 他们印度人的话怎么
念着 in this way， 应该是 in this way， 他们这样的说的 in this way， 印度人就这样的发音的嘛。大拆坏了犹太人的那个律法，你们先念一下吧，包括那个十条诫，内容都被拆坏了，十条诫都和摩西的律法都被拆坏了，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律法，上帝的道被拆坏了，那这个就是你们的大夫，为了答复你们那里为什么要把拆掉那个上帝的那个吩咐，上帝的命令？因为他的儿子确认了，他是大父亲的工具，为了把拆掉、把拆坏那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那我告诉你，你别假装犹太人呢，没有听父亚瓦在中心那个教你们遵守那个十条诫，以色列人也不可以再遵守那个。那有说的原因就是他来的时候要跟我们那个世界定新约，那新约配定了，就是以利亚来给你讲道的，所有的人跟随以利亚的话都不会再犯罪，因为一会儿跟那个公义与同在，就是跟随天父耶和华的儿子，我就是那个讲到这个从1984年，所有的人跟随天父要说的，但是以利亚的话就不会再犯罪呀，你模仿这个怎么样了？你会说1990年、1994年，你哪天多大年龄呢？我告诉你，我的是从那个1984年在要说的那个教堂这里有张人呢。那我就是告诉你们有这个故事，这个是真的故事。人都住在过那个大学附近，那里都知道了这个情况。应该是1985年，或者1986年。就是那个我办下来第一个教堂的那个文件，有那个教堂的文件才可以讲到这个，在那个大拿那礼物城市这里，你那天在哪啦？这个就是好多年了，就存在了，你把这个模仿。我们先不说这个。那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个访问那个圣经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犹太的那个圣经呢，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丑，就是拿这家律法上的骨条，我要讲2下，接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长就了和睦。意思就是大怕那个拆坏了，就是那个是那个所有的律法多骨条多，在他的身体里面。他怕那个废掉了，所有的那个命令规条都被拆坏了，为了再可以拯救了和睦，为了再可以接着自己找上一个新人呢，如今便拯救了和睦，就是来说那个以色列人和那个外邦人，因为还在那个是条诫的时代那里，他们两多吵架了。争到了，
那有说把那个废掉了，在他的那个十字架上，有说的那个十字架相当于拆掉了摩西的律法和那个十条诫。我们来念一下那个天主教的罗马的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梵文圣经呢。那个就是那个罗马的。现在我们来念一下犹太人的那个圣经呢，是腓立比信。是腓立比信嘛，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圣经呢，就是摩西的五经呢。以弗所书第2章第15节。我是好像会说英语嘛，是吗？如果是不是没关系。哎呀，默契快到了，那我们要用这个英语，就是这个嘛。哎呀，好多。我们不想浪费时间，我们马上念这个，就是我们要念那个犹太的那个比尼的那个托拉，在这里就被拆坏了，就是这个托拉被拆坏了。那我们来念一下吧。我们不管别的，我们只是要知道按照那个犹太的那个圣经呢，就是托拉。那这个我们在这里就是来说摩西的律法和那个十条诫。因为犹太的那个圣经说的这个就是托拉。英文在哪了啊？就是这个。However, he knows that this is not meant for the other nation, but only for which is the law of commandments. Why it gets to the other nation? Will he break the law of God? Content in And ordinances, it's Paul so who that knows in also his that the Ten Commandments is destroyed. 至少好像在前面那里，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原朝，就是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那这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在上面那里就是托拉的。那按照那个犹太人的那个圣经呢，那个是被废掉了在十字架上。就是我对你们直接多说，就是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那我非常感谢那个天父耶和华和那个耶稣对他们那个公益的道，他们俩一块儿工作，那他的儿子就会帮助他的父亲呢。他父亲开始，然后他那个儿子就认了。那你那里在能遵守这个十条诫，你要什么律法？证明呢？因为你们那里都说定了，你们都是罪人呢。我应该到这里结束了，我们还继续看一下吧。还要看希伯来书第7章。希伯来书第7章第18节到第19节。这个希伯来书第7章第18节到第19节，先前的条例因枉佛无益，所以废掉了。
很明确了，那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废掉了，因为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圣经了，因文佛无义。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那要把要说进来被证明过了以前的那个律法被trả坏了，就是摩西的律法和那个十条诫，我们来念一下，按照那个法文圣经呢，希伯来书第7章第18节到第19节，先前的教理因软佛无义，所以废掉了。你不知道那个废掉的动词，你先回去那个小学那里吧，再学习。第19节呢，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已经了更美的指望。摩西的律法是什么？就是先前的教理，因软佛无义，所以废掉了。哪个人会说法语就听懂你意思是什么？因为这因软佛，那要把这个废掉。在这里保罗门徒做证人呢，然后大的话对那个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的话都合适了，有合适了。你们那里说别的你们那里的如果要比要说他有权利吗？有权能吗？那个就是那个胡说八道，让人在中说那个十条诫，天父耶和华会有说怕那个拆毁掉了。你那里不害羞，再让人都在中受那个。你们那里就是说那个保罗门徒在让人多中心中受这个十条诫。你们自卑上帝的儿子，你们自卑那个上帝父亲呢？没有什么上文就把那个打开了，在那里先就说了，我们把这个打开了，包括有说也不可以动这个，不可以删减，不可以加点，他也不可以进去里面。那这个就是证明了这个十条诫和摩西的律法被拆坏了，然后新约又来了，就是要说和要说的律法。那我告诉你，要说有他自己的那个律法，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念一下要说的那个律法，我们人家呀应该要跟随要说的律法。那些人要去天上的殿那里先寻找以利亚，要跟随以利亚，然后我们一块儿去要说那里，就是我们要去那个天父耶和华那里。你先准备好你的心里约翰福音第12章从这里开始都是要说的那个律法，没有十条诫的第49节到50节，因为我们要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估计我所讲的话，正是照这父对我所说的，那要说带来新律法，跟那个十条诫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好像那个宪法就是我们马达家里有我们自己的那个宪法，那个十条诫的宪法，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的以色列的宪法，就是他们的那个宪法。如果你要配拯救的，一定要遵守那个要说的律法，你
变成好人了，不会再犯罪呀。如果你继续遵守这个就是那个分款，你的分款，因为魔鬼不会停掉拆掉那个好处。那我教训过那个魔鬼一定责备以利亚，这个是他的工作，因为以利亚是救命恩人呢，先跟随以利亚去那个天上的天那里，快来和以利亚在天上的天至少。因为在这里证明人多，在这里都不会再犯罪啊！我不说那个哪些魔鬼的，他们跟进来在这里，然后继续做坏事了，然后责备我。所有的人都在要书里面都不会再做坏事了。这样子就是那个跟随以利亚的话，真的非常好啊！那我们把这个结束了，就是来念一下哥林多讲述，以利亚的律法真的有啊。哥林多讲述，哥林多讲述第40章第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那这个就是要说的命令呢，跟那个19节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联系。你们那里就记住，丈人你们都是罪人了，不要再跟随他们那里，先过来跟随以利亚。我就是把世界都喊过来，先跟随以利亚，因为一跟随要说的话，就不会再做坏事那个在那里都是魔鬼的，他们都遵守19节，他们的老板是魔鬼呀。但是以利亚呢，就是跟随天父耶和华有说，就是你们那个创造者。那我的话就到这里结束了。我祝你们好，为了有所保佑你们呢，你们要寻找有说，千万别模仿这个教训呢。这个就是我们下一次的那个教导第11个教训呢。非常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为了你的道，我相信你了。他们听到的人多少到了你的意思。那我就是把他们就是所有的灵魂配预定的灵魂多让他们赶快过来回去你那里，因为要去你们那里，就是在你要说那里后，就是在天上的天那里。我求你为了拯救人类呀，不要把他们扔掉啊，先拯救他们呢，荣耀归给你。你证明你让我将来讲到的话，先让他们赶快寻找你，让他们会确定，因为这些道都非常非常明确。我求你为了拯救人都，因为你会做到这个。那以利亚就是一直跟你求告，先让他们那个脑子和那个开个，为了他们回去你那里，为了可以把他们转过来，然后去你那里，为了你的荣耀，我知道了。奉耶和华的名字，非常非常感谢你，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那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你先决定要跟随天父耶和华和耶和华，先跟随以利亚。我们要去哪儿？我们要去天上的天那里。我们一块拉手直到天上的天那里。那我祝你们好，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为了下一次他这个教训。